你有冇曾經都疑惑過，到底成年人嘅藥可唔可以減半俾小朋友用呢？我屋企嘅老人家曾經真係有咁樣問過我啊。嗱，咁我今日咧就解答大家呢種做法不可行啊，因為咧咁樣隨時會傷害咗個。首先啦，小朋友咧佢絕對唔係咧成年人嘅縮細版，因為咧藥物進入咗我哋體內之後咧係需要透過我哋嘅肝腎代謝去排翻出體外噶。咁而小朋友嘅肝腎同埋血腦屏障咧佢仲未發育成熟噶，好容易咧因為藥物嘅代謝障礙啦而積累成中毒噶。而且咧有啲本身咧冇辦法去進入到成年人嘅大腦嘅藥物成分咧，佢反而喺小朋友身上咧就好容易通過，從而咧對小朋友嘅大腦咧造成損傷噶。咁哪怕咧只係一啲嘅外用嘅藥膏都好啦，因為小朋友嘅皮膚咧比成年人咧係要薄噶，而且咧佢哋嘅含水量咧亦都相對比較高，所以對於藥物嘅吸收咧亦都會相對提升，從而咧造成全身性嘅作用風險亦都會比較大。所以咧小朋友對藥物嘅代謝咧並唔係單單嘅打個折，而係本質上嘅差異。首先就係複方感冒藥啦，咁國家嘅藥監局咧同埋美國嘅 FDA 都明確指明，4歲以下嘅兒童咧係禁用複方感冒藥嘅，咁而6歲以上咧亦都需要遵從醫囑去短期使用。咁點解咧？因為複方嘅感冒藥裏面咧佢嘅成分比較複雜，包含咗咧有退燒啦、止咳啦同埋抗過敏多種嘅成分。咁如果咧小朋友同時有發燒嘅情況，而家長咧亦都同時混合咗其他嘅一啲嘅複方感冒藥啊，或者係單一成分嘅退燒藥俾小朋友同時使用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咧會導致呢個藥物過量，嚴重嘅話咧係會損傷到小朋友嘅肝腎功能，甚至咧會危及生命噶。咁而好多嘅複方感冒藥裏面嘅一啲過敏成分啦，例如呢種 chlorpheniramine， 亦都有可能咧會造成兒童嘅神經損傷噶。另外咧就係一啲嘅複方嘅強力止咳水啦，因為呢一類嘅藥物咧當中佢會含有一啲鴉片類嘅藥物成分嘅，包括咧部分嘅中草藥嘅糖漿都一樣，唔好以為咧寫住中成藥咧就安全喎。例如咧市面上呢幾款嘅複方甘草糖漿啊、強力枇杷露啦，裏面咧都係含有鴉片類嘅成分噶，會導致咧兒童呼吸抑制啦、嗜睡啦，甚至會危及到生命噶。咁喺國內外都已經規定咗啦，18歲以下嘅兒童咧都係禁止用呢一類嘅止咳藥噶。大家千祈咧唔好憑住產品嘅某一啲字眼啦去判斷佢嘅安全性啦。用藥之前咧一定要問個藥劑師喎。仲有一樣咧係家長需要注意嘅，就係咧千祈唔好將一啲嘅腸溶片啦、換色劑啦，或者係膠囊拆開或者磨成粉咧去俾小朋友食喎。因為咧以上呢啲劑型嘅藥物咧都係為咗咧去控制藥物嘅釋放速度啦，需要定位吸收。咁如果一旦你將佢拆開咗或者破壞咗佢嘅結構嘅話咧，會導致藥物喺短暫嘅時間裏面大量咁釋放，造成咧佢嘅血藥濃度咧急劇咁上升，而造成咧不良反應嘅產生啦。所以咧，即使藥物成分咧係適合兒童都好啦，但係如果劑型被破壞咗嘅話咧，佢嘅安全性都會完全唔同晒噶咯。所以咧，小朋友一定要用翻兒童專屬嘅劑型。所以話咧，小朋友用藥咧，從來都唔係多少嘅問題，而係用得啱唔啱嘅問題。守護住小朋友嘅用藥安全同健康咧，家長係第一責任人啦。任何唔清楚嘅情況咧，都要問個藥劑師或者醫生，千祈唔好聽隔籬嗰個講，亦都唔好自己估，拒絕經驗主義啊！除咗咧用藥選擇上面咧，我知道好多家長咧喺餵藥嘅時候都會到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就係啱啱餵完藥，小朋友就嘔晒出嚟，咁到底要唔要再補餵過呢？咁要補幾多呢？咁下一集咧，我會分享3個安全嘅判斷標準，等家長們唔使慌。我係藥劑師樂千，用科學知識幫大家減少不必要嘅用藥焦慮。